大力推动智慧城市的背景之下，香港特区政府挑选10个屋村作为试点，引入依托内地人工智能技术的 AI 机器人上岗，进行保安、清洁等工作。本土化落地之后，智能机器人甚至还進一步會走向海外市場。我們一起來了解。我叫小寶，保安嘅保，喺呢度巡邏係我嘅日常工作。前面好似有啲情況喎，發出提醒。請勿在屋邨公共地方吸煙或攜帶燃着嘅香煙。Please don't smoke or carry a lighted cigarette in the state common area。通過人工智能識別吸煙行為並發出警告，同時還可以做出火焰檢測，捕捉高空之物。這是香港首個使用 AI 機器人解決方案的智能化公共屋村項目。香港特區政府日前挑選10個屋村作為試點，應用物聯網感測器、機器人等科技提升管理效率。皇后山這裡是試點之一。而這個 AI 巡邏機器人小寶，在香港目前已經落地應用的機器人當中，算是技術頂流。可以喺呢個熱成像嘅鏡頭啦，主要喺夜間啦，同埋佢有個溫度嘅感知啦，咁喺夜間都可以做到一個保安嘅功用。咁呢一個激光雷達咧，主要係比較係避障啦，同埋佢係講緊嗰個地圖嗰邊咧係做得更加精準嘅。咁例如好簡單，有個垃圾桶，佢如果滿瀉咗啦，已經係有啲垃圾堆咗喺上高咧，咁佢望到咧可以即時咧就通知翻管理人員咧去作出清理咁樣嘅。我們看到小寶這個後面的輪子是做了一個特殊的設計，方便它可以做到原地的一個自轉。我們知道香港很多的場景之下空間是非常狹小的，所以說這也是一個非常貼近香港本土應用的一個設計。事實上，這項來自內地的技術來到香港之後，因地制宜做了不少改造，可以進行互動對話的粵語大模型系統也是本土化改造之一。小寶的搭檔小青 AI 清掃機器人同樣也是源自內地，已經非常成熟的技術。它擁有和電動汽車一樣的 L4級別全自動駕駛技術，可以識別並規避行人、寵物等障礙。除了社區，此類機器人有望很快在香港的高鐵站、機場等地得到應用，拓展運輸行李等更多應用場景。引入內地的技術進行本土化，公司負責人坦言，香港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創科，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當下，只是一個風口。而內地科技公司先行將技術在香港落地，再利用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，進一步走出海外，則是目前一個強烈的趨勢。而香港這家公司已經將內地的技術輸送至澳大利亞等地，在採礦等場景中得到應用。因應翻外地嘅痛點、外國嘅痛點，我哋做啲研究完之後，亦都因為香港嘅法治啦，另外嗰個金融市場、資本市場咧比較成熟，咁外國好多地方就希望喺香港採購一啲好嘅產品去外國啦。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。